一間屋終於安靜了，一顆心先開始動搖，仔細很輕教，笑無幾重要，容讓是禮貌，抱歉不可缺少累了，一盞燈只好熄滅了，聲顯得更寂寥，難道我寧願他人可？最後連想講出感覺亦怕很無聊，存在亦變假，多麼少，誰會喜歡聽我吐苦水？想要的如何爭取？是一口拒絕到底有沒有罪？重複的自問，還是覺得等一等死不去。人愛好直到幾多歲？留住笑面，結果將裡面粉碎。怎麼不分？任何事亦太傷心，太着緊。誰會喜歡聽我吐苦水？想要的如何爭取？是一口拒絕到底有沒有罪？重複的自問，回頭又覺得不說更加乾脆。能愛好直到多麼氣餒，留住笑面，偏偏一切沒變趣。為了可以留住身邊的人，磨平到懷疑着人生。徘徊在世上有什麼好興奮？當我看着遠方那麼灰暗，眼前全是內疚。有一種感覺更空虛，來到這種感覺太唏噓。連面對自己也開始想潑冷水，唯一的願望來提示我不要活成自己討厭的模樣，無論什麼。心底總有暖風吹，不要哭，為何把溫柔洗去？來撫心自問，仍能如孩子笑着睡，能量已盡，毫不快。